多谢影评，拄则咱嘛看到影评上新的报道，伫咧现场已经找到上尾一个失踪的渔工。另外，这方面要来关心，这是台中市政府的建设局嘛全面检查规个市的桥，其中伫咧乌日溪尾大桥，抑个有南方澳仔同款，拢是共型的。桥顶有300支降索有压力的监测器，利用无线的网络，会当甲这个降索 Q 内的数字传去监控室，若是有各样的情形，就会当赶紧通报。 伫台中乌溪溪尾大桥日头落山时阵，溪仔水扑轮顶的光芒花，加上红色的溪尾大桥，景致实在真迷人。溪尾大桥甲乌溪两边接起来，开8.29亿来起，2016年完工，全长2.1公里，民众要去市区甲过去比起来，时间减1/10。特别的设计嘛，正做在地一个重要的景观。伫宜兰南方澳跨港大桥放弃了后，各地拢出现断桥效应，其中溪尾大桥甲南方澳的跨港大桥同款，是降速吊起来的桥，所以普通时的检测是最重要的。设置了300支的一个拉力锁。 那每一个拉力锁上面，我们都有设置这个压力的一个侦测器。建立安全监测资讯系统，安伫桥顶的300个无线传送点，就是压力的监测器，会当直接测到降速 Q 的力，再个透过网络把资料传去监控室，和监测的工课数位化。4个月做一个定期的一个检测报告出来。那今天看这个数据，主要是看我们这个拉锁它本身有没有松脱、松弛，或者是那个拉力异常的状况。 市政府建设局统计，台中包括人行的天桥在内，拢总有2048座桥，全台湾上济。按照规定，2年爱检查一届，但年维护的经费超过2000万，包括溪尾大桥在内，今年已经完成972座桥的检测啊，拢无问题。所来嘛，评估要伫主要的道路车较济桥顶的安监测系统，让民众放心。记者综合报道。